最近大家食晏或者喺 pantry 斟水嗰陣，係咪都多咗聽到同事討論強積金呢？打開個強積金手機應用程序，係咪突然覺得順眼咗好多？經歷過之前幾年嘅低谷，去到2025年同埋2026年，港股終於食正，政策提振同埋流動性改善嘅條水，恒生指數真係硬淨翻好多，反彈勢頭非常之凌厲。好多朋友見到自己個強積金戶口數字終於止跌回升，甚至有唔錯嘅進賬，個心係咪開始囉囉攣呢？大家心入面最大嘅疑問肯定係死啦！港股升咗咁多，我之前因為驚跌而轉晒去美股或者保守基金嘅錢，依家係咪應該轉翻過嚟港股基金度呢？如果唔轉，係咪會錯失咗個大升浪？但係如果依家轉，又會唔會變咗高位接火棒呢？呢個絕對係2026年全香港打工仔最關心嘅話題。今日我哋就嚟一次過拆解呢個強積金大調倉嘅迷思，同埋我會手把手教大家點樣真正睇懂你隻基金，拒絕盲目跟風。首先，我哋要直視一個好多打工仔都有嘅通病，就係將強積金當做避風港，特別係嗰啲叫做保守基金嘅產品。我聽過無數個朋友同我講，我都唔識投資，港股之前又跌到阿媽都唔認得，美股我又驚佢爆煲，都係擺喺保守基金最穩陣，起碼唔會跌啊嘛。聽落好似好有道理，保本第一嘛。但係大家有冇認真諗過保守基金到底係咩來頭？點解佢睇落咁穩陣，但實際上分分鐘係令你退休生活質素大打折扣嘅元兇？保守基金顧名思義，佢嘅投資目標就係保本，賺取微薄嘅利息。佢哋通常會將你嘅血汗錢投資喺港元短期、銀行存款或者係一啲極度低風險嘅短期債券度。因為風險極低，所以回報亦都極低。喺太平盛世或者利息極低嘅環境下，保守基金嘅回報可能連1%都冇。好啦，你可能會話少少地都有得賺呀，總好過蝕入肉。但係你忘記咗一個隱形殺手，佢叫做通脹。想象一下，如果你由25歲開始做嘢，每個月供強積金，一直供到65歲退休，足足40年嘅時間。如果呢40年入面，平均每年嘅通貨膨脹率係2%至3%，而你只保守基金，每年嘅回報只有1%。甚至扣埋管理費之後得返0點幾，咁即係點？即係話你舊錢嘅購買力每年都喺度縮水。你依家100蚊買到幾多個茶餐廳常餐？10年後、20年後又買到幾多個？如果你將所有強積金擺喺保守基金，表面上你個戶口結餘數字冇少到，但實際上當你去到65歲準備攞筆錢出嚟養老嗰陣，你會發現筆錢根本唔見使。呢種跑輸通脹嘅風險，往往係打工仔最容易忽略，亦都係最致命嘅風險。強積金係一場長途馬拉松，為咗短期嘅安心而放棄咗長期資產增值嘅機會，到最後受苦嘅只會係你自己嘅退休生活。既然保守基金唔係萬能保險商，咁我哋點樣去揀一隻真正適合自己又有增值潛力嘅基金呢？呢個時候你就必須要學識睇一份叫基金便覽嘅嘢。每間強積金公司每個月或者每季都會更新呢份報告，但係好多人收到之後連望都唔望就直接掉落垃圾桶。由今日開始，唔該大家一定要認真睇呢份便覽，因為入面藏住好多決定你回報高低嘅密碼。打開基金便覽，第一樣要睇嘅唔係佢過去一年幫你賺咗幾多，而係基金開支比率，簡稱 FELA。呢個係非常之重要嘅概念。好多人以為強積金公司係開善堂，幫你投資係免費嘅，大錯特錯啦！佢哋每年都會喺你嘅資產入面抽走一個百分比，作為管理費、行政費等等。呢個就反映喺 FIER 上面。你唔好以為1.5%同0.75%嘅 FER 差唔多，喺複息效應之下，長期落去係一個天文數字。我同大家計條數。假設你有50萬強積金結餘，每年投資回報係5%。如果 FELA 係1.5%，20年之後你個戶口會有大約97萬。但係如果 FER 降低到0.75%，同樣嘅回報率，20年之後你會有超過110萬，足足差咗10幾萬。呢10幾萬就係因為你冇留意管理費，而白白送咗俾強積金公司。所以喺揀基金嗰陣，特別係追蹤指數嘅被動型基金，例如恒指基金或者美股指數基金，你一定要貨比三家，揀一隻 FER 最低嘅，因為指數基金嘅投資目標一樣，邊間收得平，你最終落袋嘅錢就自然多啲。睇完管理費，第二樣要睇嘅就係10大資產分佈或者10大持股。好多時大家買基金淨係睇個名，例如見到叫亞洲增長基金，就以為真係買勻全亞洲。但你一睇10大持股，可能發現入面有70%原來都係買緊騰訊、阿里、美團呢啲港股科技巨頭。咁其實佢同你直接買一隻香港科技基金冇乜大分別。
又例如你想分散風險，買咗支環球股票基金，但睇真啲，原來佢有6-7成嘅比重都係買緊美股嘅7大科技巨頭。如果你本身已經有一隻北美股票基金，咁你以為自己做咗分散投資，實際上你只係將啲錢雙重壓住喺同一個板塊上面，風險反而集中咗。所以睇清楚基金入面到底買緊乜，先可以真正做到資產配置，避免將所有雞蛋放晒落同一個籃度。了解咗自己子基金嘅底細，我哋講返2026年呢個大環境，港股喺2025年開始復甦，去到2026年勢頭仲係好猛。好多之前轉咗去美股或者一直死守保守基金嘅朋友，依家心急如焚，日日望住恒生指數升，認住自己錯失咗幾個億。呢種心態，心理學上叫做 FOMO，Fear of Missing Out， 錯失恐懼症。喺投資世界入面， FOMO 往往係導致散戶高買低賣，最終損手爛腳嘅最大元兇。咁我哋點樣可以克服 FOMO， 理性咁決定依家應唔應該將強積金調返去港股呢？答案就係要用客觀指標去判斷股市估值，拒絕盲目追高。你唔可以單憑直覺，或者聽隔籬位同事話升就覺得會升。我哋要睇數據，衡量一個股市平定貴，最常用嘅2個指標係市盈率同埋市賬率。簡單嚟講，市盈率就係你要用幾多蚊去買間公司1蚊嘅盈利，市賬率就係你要用幾多蚊去買間公司1蚊嘅淨資產。一般嚟講，呢2個數字越低，代表個股市越抵買，估值越平。雖然2026年港股已經反彈咗一波，但係我哋要拉長條時間線嚟睇，你打開歷史圖表，對比翻過去10年、20年恒生指數嘅平均市盈率同市賬率，你會發現，即使經過咗呢輪升幅，相比起歷史高位，或者對比同期不斷創新高，估值已經處於歷史極高水平嘅美股，港股整體嘅估值可能依然處於一個相對合理，甚至係偏低嘅區間。當然呢個唔係叫你即刻 all in 港股，而係用數據話俾你聽，現階段嘅港股未必係最貴，仍然有一定嘅投資價值，但同時亦都要留意政策延續性同埋外圍經濟環境嘅變量。另一個好有用嘅客觀指標係股息率。港股市場入面有好多傳統嘅大型藍籌股，例如銀行、公用事業、電信股等等，佢哋嘅派息政策相對穩定。當大市估值低迷嘅時候，呢啲股票嘅股息率往往會變得好吸引。如果你強積金入面有啲主動型嘅港股基金，佢哋嘅策略係偏向投資呢類高息股嘅話，喺波動市入面其實可以提供一個唔錯嘅防守力。你可以喺基金便覽入面睇下隻基金嘅投資策略係咪偏向收息或者價值投資，呢個都可以作為你調倉嘅參考。好啦，有咗呢啲客觀分析，我哋到底應該點樣操作？如果你今年係30歲，距離65歲退休仲有漫長嘅35年，你嘅風險承受能力係非常之高嘅。呢個時候，如果你之前因為驚跌而將所有錢放晒喺保守基金，我會強烈建議你趁住2026年市場氣氛改善，重新審視你嘅強積金組合。後生仔係絕對應該將大部分資產擺喺增長型嘅股票基金度，無論係美股、環球股定係港股，你可以根據我頭先講嘅估值指標去決定各佔幾多百分比。例如，見到美股估值高，可以將部分每個月新供嘅強積金調撥去相對平嘅港股或者亞洲市場，而原本已經滾存咗嘅錢就可以做一個平衡嘅重新分配。但如果你今年已經58歲，距離65歲退休得返幾年時間，咁你嘅調倉策略就絕對唔可以同後生仔一樣。就算2026年港股個勢幾好都好，你都唔應該盲目將大量原本喺保守或者債券基金嘅保命錢，突然轉晒去高風險嘅股票基金度去搏最後一轉。因為臨近退休，你最需要嘅係資金嘅穩定性。萬一臨退休前遇上另一次金融海嘯，你根本冇足夠嘅時間去等個市升返。所以年紀較大嘅朋友，就算想參與港股反彈，都只能夠用少部分資金，大部分依然要以穩健為主。另外，大家一定要記住強積金平均成本法嘅威力。我哋每個月出糧扣起嗰筆錢，其實就係幫我哋做緊月供投資。個市升，你買少啲基金單位；個市跌，你用同一樣嘅錢買多啲基金單位。長期拉勻嚟計，你買入嘅平均成本就會降低。所以只要你揀啱咗有長遠增長潛力嘅市場，然後設定好適合自己年紀嘅資產配置比例，其實你根本唔需要日日去望住個市，亦都唔需要為咗2025年定係2026年邊個月入市先最着數而煩惱。強積金最忌就係當炒股票咁玩，今日見美股跌就轉港股，聽日見港股回調又轉返去保守，啲錢喺度左轉右轉，結果往往係高位接貨，低位止蝕，仲要蝕埋隱藏嘅買賣差價同埋時間成本。
總括而言，2026年港股嘅反彈的確為我哋嘅強積金帶嚟咗新嘅契機。但係比起盲目去估頂估底，或者因為 FOMO 而亂咁調倉，我哋更應該做嘅係趁住呢個機會，好好去檢視一下自己個強積金戶口，問下自己我依家到底買緊啲咩？我自基金嘅管理費係咪太貴？保守基金係咪真係適合我依家嘅年紀？我係咪識得用估值指標去理性分析市場？希望今日呢條片可以幫大家釐清強積金調倉嘅思路，學識睇基金便覽，做個精明嘅打工仔。記住，強積金係你自己嘅血汗錢，無人會比你自己更着緊。與其交俾運氣，不如交俾知識。投資涉及風險，以上嘅分析純粹係個人意見同埋理財教學，唔構成任何投資建議。大家喺做任何決定之前，最緊要了解自己嘅風險承受能力。覺得今日內容幫到手嘅話，就消化下我講嘅嘢，好好規劃下自己嘅未來啦。我哋下次再見，拜拜。